给他鼓励，掌声给他鼓励哈。嘿，我们刚刚有说哈，我们今天的表演，咱今天的表演哈，是咱的真传统哈，真有乡土味，咱的这个庙会这个表演方式哈。哎，那么咱台湾真好的一个精神就是讲，以这个各个这个信仰中心，有这个球队团，哦，有这个联谊，有这个。